好想食蛋糕又驚肥，今日教大家整一個毫無技巧、低卡、健康、好食嘅生酮黑芝麻巴斯克蛋糕。材料包括黑芝麻醬、希臘乳酪、草籽牛忌廉、羅漢果黃糖、純化蒟蒻粉同埋雞蛋。先落希臘乳酪125g，再落草籽牛忌廉、雞蛋1粒、純化蒟蒻粉2克、羅漢果黃糖30g、黑芝麻醬30g。呢個黑芝麻醬香濃順口，食落去滿口芝麻香，現場聞真係超級香啊！進入攪拌環節，攪拌機速度調到中低速，將材料打勻變糊。記得攪拌嘅時候要一路順時針轉。準備蛋糕紙倒模，再用刮刀刮平。烘焙部分，如果你用焗爐，要先預熱至220度，預熱5分鐘，然後再焗蛋糕15分鐘。選用氣炸鍋嘅話，就要調到180度，焗15至20分鐘。睇住焗起嘅感覺真係好神奇，香到好想即刻食啊！最後攤凍放入雪櫃，大概3個鐘就搞掂啦。cheesecake 口感嘅黑芝麻巴斯克蛋糕，一個字，正！